早上3点多，那鸡就在叫了。这个就是鸡叫声了。早上才3点10分左右，十几分左右，在露营之前就已经有在叫了。早上3点多，鸡就在叫了。今天中华民国106年，公元2017年3月5号，一贯道总会举办祭天祈福大典。在台北中正纪念堂。台北中正纪念堂。国家两厅院那边广场，艺文广场。4点要在爱祥佛堂这边出发。